在馬來西亞甲新加坡8位音樂甲藝術學院的院長教授的帶領，13號上午來到台南市東區的復興國小，甲今年得到全國音樂比賽得優的復興國小弦樂團舉行聯誼的音樂會。在台南市音樂協會理事長陳明賢的邀請，包括副市長葉鐵山、復興國小的校長陳茂勝，還有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的院長、教授，甚至美國德州大學甲辛辛那提大學的教授，攏專程出席，為參賽的小朋友來加油打氣。我們邀請的這些大師級的教授非常好，所以他就跟我講說，是不是可以借我們這邊的教授去當他們評審？那太好了，我們好多包括蘇賢大姐、明眼好多教授都去當你們那邊的，我覺得這是太好，這就是國際交流哦，這國際交流，而且我常常看到他們帶孩子到歐洲各國去參加比賽，這是非常好的。來到我們學校來進行這一場的這個算是國際上的交流哈，我們是以音樂來會友，那透過音樂國際性的共同語言。那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呢，讓彼此在這裡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。學校的老師們，大家共同來辦理這樣子的一個音樂大賽，所以可以說是全心全意的在投入音樂教育的推廣上。那這幾年又加上有很多的來自國外，像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甚至美國等等，其實大家都匯集在台南。那透過音樂的方式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文化交流，那也讓孩子彼此之間在音樂上能夠去產生一種友誼的一個連結。由台南市音樂協會舉辦的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，今年已經邁入第27屆，27當來超過4萬多名學生參賽。嘛培育出不少的音樂人才甲歷史主。今年比賽在3月14、15兩天，將要在桂林的文化中心來舉行。有西樂甲國樂總共196場次，歡迎各位音樂民眾會用前往為小朋友來加油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